悠悠戚戚春話不斷，冷冷暖暖一片茫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李克勤啊！嚟緊呢，我將會嚟到美國，仲有我嘅嘉賓呢，就係沈震軒同埋洪卓立，希望到時可以見到你，農曆年見。無人是我自問，如何能夠做巨人更加的吸引？你與我之間那缺口，這傷疤怎麼去承受？還要再繼續走，花光一生的勇氣，決定不聽叫喚緊他歸家。心中的冷風不准吹去他，他那幽幽眼神快要對我說話，纖纖身影飄飄身影默默傳來吧，對我說浪漫情人愛我嗎？